台盐历年前董事长陈启玉甲前总经理苏坤宏等等人士涉嫌勾结开发厂商、乌控公司的资产。陈启玉甲苏坤宏两个人不法所得超过17.3亿。台南地检署是起诉相关的涉案人士等等5个人。陈启玉互人求刑12年，苏坤宏是10年。台南地方法院今仔日透早裁定陈启玉等等3个人羁押禁见，另外2个人各以300万来交保。案场的基座已经安好势，不过安泰用联邦的日子，唔知爱到伫当时。台南七股看平这段光电的案场，去用来做是甲台电六零前董事长陈启玉所牵连的光电弊案之一，已经去检方用诈骗围起来。台南地检署日前以违反证交法、甲公司法，甲陈启玉、甲台盐六零前总经理苏坤宏等等涉案的5个人起诉。主导通过台盐实业公司转投资成立台盐绿能公司之议案，利用台盐绿能子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根据了解，陈启玉、苏坤宏、甲鸿辉国际、调用甲委定开发的负责人达成土地开发服务费分配协议。甲原底属于台盐六零甲电业投资商的土地开发案，转由鸿辉等等涉案的公司来签约，甲台盐六零利顺留予涉案的公司。2个人不法所得拢总超过1亿3千万。犯后均否认犯行，态度非佳，建请法院分别量处。诚信被告有期徒刑12年，书信被告有期徒刑10年。检方要求甲陈启玉判12年，苏坤宏判10年，因为这2个人做台盐六零董事长甲总经理的时阵，有实际影响到煞无收本分，致使台盐公司甲台盐六零的损失至少有4亿。某些特定厂商，他们就有办法可以规避未依规定养殖或。例如像有的是申请要养殖或者渔温，它要做光电，然后它必须要符合什么规范，但是有很多都钻漏洞，或者说先斩后奏再补件。光电开发小连续传出弊案，学者认为讲相关的法令已经有相对较周知，问题出伫主管机关无好好监督，才会互不法分子有空通好两。台盐公司表示会依法甲陈启玉等人讨赔，而且配合检调的侦查，若发现可能不法的情形，会移送检调协助调查。记者综合报道。